附近有不同種類嘅食肆，再加上升級嘅商場，而呢度過人嘅地鐵站都只係需要幾分鐘。今日我哋嚟到港圖軒參觀一個3房嘅單位。若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，不妨點讚同分享啦。今日我哋參觀呢個單位係802尺嘅3房一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ierre。今日我哋到港圖軒參觀一個3房嘅單位。有消息都有講啦，預計2025年對外就會拆棚，到時欣賞嘅窗外景觀就會比而家更多。我哋推開大門之後，左手邊就係廚房，延伸就係客飯廳。客飯廳各自都有窗，可以增加翻空氣嘅流動，而且間隔亦都相對之方正，方便翻家私嘅靈活擺位。而由於我哋屬於高層，就算而家出面搭咗棚，我哋可以望到採光係非常之充裕嘅。而廚房係 U 字形嘅設計，亦都喺上方做咗櫃增加翻收納。嚟到走廊嘅部分，通往浴室同埋睡房。我哋先嚟參觀浴室，係企缸嘅設計，加上有窗，間隔亦都相對寬敞。嚟到第一間睡房，長方形嘅間隔，亦都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，亦都可以考慮試用翻窗台嘅位置。同樣望翻出去景觀，都可以望到部分嘅山景。喺間隔上同之前嗰間亦都相若，買家亦都可以善用翻個樓底向上咁發展。嚟到最後主人套房，呢個門口嘅左手邊就係通往主人浴室，而主人套房嘅間隔亦都相對之方正。呢度做咗雙人床之後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而喺牆邊亦都預留咗凹位，可以擺翻衣櫃。而景觀除咗可以望到部分寶馬山風景之外，喺側窗更加都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最後嚟到主人浴室，主人浴室係浴缸嘅設計同埋有窗，而景觀更加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好啦，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冇意見，歡迎留言俾我呢。拜拜。